网友，然后录音给我们，好，我们来看哈的啊。啊，是他。我们把你没有衣服、裤子、黑帽子这些，哎呀，用不着了，对吧？穿的吧哈，你是不是穿的吧哈？嗯，穿的哈。对的。咦，合适啊，合适啊。嗯，给你戴个帽子啊。哪儿了？你往你这个挺穿在我他能不？长脚了。我们来的，帮你煮顿饭给你吃。不要，好不要。那都有。奥丢把你当过来，哎呀，不当，我主要是耍。你是啥哈？我80几了。你回来得做哪货了嘛？我没做哪货，没做哪货了一样都没干。80几了？53了。还看不出来，身体还好哈。我也好。找我们女子煮饭给你吃，哈，啊，要得，好。今天请求你们，洗菜的话要把随手拍了这些哈。我二哥把卫生弄了。走爷，这样子不弄了，我们走回去。哎，开心吗？你来让我人就可以的，北京。开心就好。哎爷，好饿了嘎，今天没有，没有啊？你辛苦了。没有，不辛苦。你没感觉辛苦了？哎，这个够了，好。吃了。那行吧，你还起来睡吧，你睡觉去啊？有点劲。你什么起来啊？不把爷，你拎不起了，我们帮你拎。吃好了，都趴哈。你们灌干净。我去。爷，咱们这张相这个纪念哈，我们看到阿贝儿晚上32夜，我们看到阿贝儿哈，阿贝儿的记录你也生活。来，3、2、1，举着。